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台湾有10位的宗教代表，包括佛教、一贯道、甲天主教等等，到罗马的梵蒂冈、甲教宗方济各来会面。其中北港朝天宫送予教宗妈祖的神像，教宗嘛回送天主教的念珠，代表东西方的宗教交流融合。方济各看到台湾的宗教和平共处，佫真声起来问讲，平常时敢会冤家？妈祖 in 台湾，上白色东山坐伫咧轮椅的是梵蒂冈教宗彭济各，伊春就接过婚临朝天宫董事长送伊的纯金妈祖雕像，手甲是目睭微微微。教宗头一摆和妈祖面会，对妈祖文化是真好闲。另外，佫有台湾教会宗教团体代表，有佛教、一贯道、天主教，嘛同齐来到梵蒂冈交流文化。教宗看到台湾宗教多元，心是问讲平常时敢袂伫咧冤家？朝天宫妈祖即将进驻梵蒂冈，虽然是艺术品，不是朝天宫本尊但是我相信是融合的朝天宫准备纯金当一两块黄金妈祖送予教宗，教宗嘛回送礼物，伊亲身祝福过天主教念珠，宗教做伙交流，信徒拢乐观看待。他跟那个教廷的教宗来参加联谊，历史性的一刻。这个荣幸很大因为毕竟是西方的跟我们东方的能够结合，其实宗教一家亲啊。台湾妈祖和梵蒂冈教宗头一摆面对面交流，尤其是教宗接过妈祖神像的这一个路牌，会当讲是写下历史，留下真难忘的画片。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